同上啊，
在河东大娘之言，你听见了无有啊？河东大娘说：“你我是同一对空腔，空腔，哈哈，比作一对空腔。”邻里高床之言，不必多提。是啊，各种之言多提无益，不是提些旁的，旁的。哦，对了，啊，娘子，你看我家的新房。哦，不对，你看你我家的新房。背不了你家的账脸，不对，背不了你我家的账脸，哎呀，也不对，我家原无账脸。娘子，你晓得没？娘子，你生得美艳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是啊，多的无益，不是的一些旁的，旁的说些什么好语？随便说些什么吧。哦，对了。啊，娘子，我想不出说些什么，那就不说也罢了。哦，对了，娘子，你想说些什么吗？随便说些什么吧。哦。你一点也想不出说些什么，那不是也罢，不是也罢了。哦，一更天了。啊，娘子，夜露已深。娘子身上穿的修罗大衣，需保重为宜。夜露深了，你自己也保重才是。是。
我下边做师傅，谁请与我成夫？偏是我公在陆家府，恨不能与亲上下过，原来自里莫言不许莫言苦啊！从啊，你叫什么呀？叫啊，来自谁叫你嘞？我也不叫啊，我叫钟从钟从钟，从轻。哎，重庆啊！我与你结把同甘苦，贫富安危谁君度？莫去同山绝。安居不把我负，哥哥，可有恩赐啊？有什么事？相公与殊不知，府里有人说挖下来，大人与紧要公案立等相照，要相公即刻就去。这哦，既有紧要公案，理当受取。已是这般时候了。哥哥，母亲话。哦哦，哥哥，府里岂有人在外？已经知道了。公案紧要，母亲让你早去早回。好，为父母亲这就去了，与我备马。是。来子，我要天命在位，你先歇息事了。母亲念道，叫你早去早回。来子，你不要等我了。啊，
去东山际，莫教路轻他身，路江里三字成，谁在见一番话，眼见一生东望南，万难行，早要花影。心儿里呀，我不知是喜是惊，万事问心。受惊了，你辛苦了，你疲乏了。府里回来，可曾向伯母上房请安？天色尚早，母亲还不知起身。众亲，母亲，媳妇向伯母请安。你回来了，孩儿才接回来。既是才接回来，为何不来我处，却先自省吧？孩儿以为母亲尚未起身，哪里是以为我尚未起身？分明是与你成了家业，把你母亲伯母从轻所塞，恰是此。我在这里生我儿子，新媳妇不劳度也。我为
还有什么不知的？母亲不知，孩儿一位往来，来自别名孩儿与母亲问安。一怕无言，然知他怎敢免礼？我要问你府里传你何事？吾儿即来见我。是宋伯母，宋母亲。来子，是我害你受过了。一时无解，总是难免，何必多提？是啊，多提无益，不是提一些旁的。你一言未在，还提什么旁的？不提也罢。第一句是何啊？提来。河东大娘说，你我是同一对空腔。你又来了。哈哈哈！哦，对了，你我结结在父母，切勿多把两眼曾下苦苦。我从前总非只因也共赏，来自。你四大一穷，又是你想避免也无妨，这可为我去猜梦。请教，请啊！
家原不用保不满事，3天段无屁要算多了。哦，刚才大娘所说，吴东与好女私称金罗夫，他说这数3天为之苦断几片。实际大娘不见气的话，所以别人比较故事多了，要比东蔡罗夫还还差一些呢。哦，那罗夫有这等才该。那罗夫虽与我同时活动，到底非捐非弃，我何可赞他，也何必骗你？大娘说的也是，罗夫孤算才干，没这几者像是用眼可为。我大娘非也非也，那罗夫还手上不足，几几年话真了美，楚楚可怜教不严，曾以落叶扎人爱。罗夫有这等容貌，那罗夫非但是容貌美，而且名利是尽。大娘说的是，罗夫纵然美貌，尚未匹配，像是假道情哦。我大娘非也非也，他家夫家一群早在白日十里红帐，一代出国。哎呀呀，那罗夫还是个富实千金，那想必定是娇生惯养，不懂礼数。大娘有所未知，那罗夫实正被懂礼数，乃是互动言语。哦，有这等事？是啊，哎呀，就是在家有福公子娶了她也。那追马王生倒也不少，无奈金玉罗夫不肯原嫁。哦，哎呀，从前啥得与金玉罗夫匹配，那倒是天上地设一对别人哦。这是他已经娶了。那男子行动势专，举止实节，今日来便是从前，也竟与往昔大大不同。实际大娘不见气的话，虽李家虽无与琳琅，实不愧是一对空腔。娶了男子是对空腔，啥娶了金玉罗夫，那不就是对凤凰了？失笑了。媳妇，媳妇向婆母请安。为何来而复去？婆母与大娘说话，媳妇不敢尽上。你大娘以我，也无非随便失笑罢了。师傅不由董大娘问安。哎呦，不劳不劳。向大娘请安。不敢不敢。他总是这样不懂礼数，叫大娘见笑了。是哪里话嘞？媳妇，为何这般事才来祭望？媳妇夜来才得知了，故而无了这说。是你这般3天才断无匹布，哪还了得？哎呀，3天段无匹要算多了。你不用误他，相似偷懒，我为什么不知的？媳妇脸色甚至不爽，实是难为。是哦，娇家娶你早孝于人，可算家门不宜。哎呀，睡不着了，这里告辞了吧。哎呀，睡上早。哪里晚着不着了？还不说董大娘出门，不劳不劳。送口许东西，看也懒得张了。大娘好走，也是请来相送。适当来的。
送啊！哪里是什么空腔，分明是这乌鸦了。是哪里话来？大娘好走，不送不送啊！大龙夫非但容颜美，而且伶俐之敬佩。非但伶俐之敬佩，而且懂礼数，实真非。家有好女，自称秦妇。非但母儿是凤凰配，而且对我也忠伟。家大不应，乌鸦飞进门，我要从中来调理，叫家门来续了情。不懂大娘苦美，终于我儿定远。我儿知道也罢了，不许声张。娘是有孙计。又是什么孙计？我年纪还小，我不要远门，我不要。你这个小一撮，你化妆到哪里去了？本来嘛，你小小年纪，托什么远门？你笑死我了！我不要你笑我，你总当我是个孩子，哄骗我嘞！呀，说的多好听！你不是个孩子，你多大啦？大得多了。大得多了，惯成这个样子。娘几人哄你来个啊？万死你！哥哥娶过嫂嫂，家里只我一个，是我托媒。叫你不许声张，又不记得。小小年纪不知道，娘替你哥哥。去上小姑分夜夜不语，地久天灯送家。为兵部母大娘去也。媳妇，你既身子不伤，且找魏王将养，岂管在牢里记着？孟伯母管我，媳妇也好得多了。你倒是辛苦了。媳妇岂用偷懒？啥不偷懒？3天定有10匹苦多。这是焦家的大营啊！娘，伯母啊！
媳妇，焦家虽非左营世家，也是书香门第。你丈夫从妻，因为庐江府里，官职虽微，也免有关。至于你家，虽非大夫，也是小康。这两家的门楣都是要紧的。你看你呀，身上竟穿袭什么？父母，我原知你是贱婆，可生家当你是亲哦。是，媳妇真父母吩咐，少客给个谁事？你可知啊？里里用尽好多事，屋里只在门上班，这冰心教养给也难。乌鸦怎能从往往看？闻听此言，情急，父母生娃是谁心？男子他经不是年泪涌啊，风寒喷情。好生在此植树，我在上房歇歇。从亲回来，您来见我。是，女儿。
来子，我回来了。一路上可好？好，家中都好。好。哎，来子，不要去想命，我不肯。来，收下。可以，头上的花快要落下来了。喏，来，我替你戴上。来子，我府里公务忙碌，天命须去哟。本辛苦，你也辛苦啊！我难得今辛苦人了。可以。回房歇息去吧。我有话要与你说。有话坐下来说。来子，向父母请安去吧。哦，我休来与你说话。歇息去吧。兰子，你是委屈了，所以你哭。母亲当你了，原是我不好。你是好的。不，兰子，不，兰子，我全都知道。你能说父母不好？你是好的。是我不好，从请你不要说理。母亲她叫我究竟为了些什么呀？没有什么。你何苦问我？你何苦要问？我不愿让你委屈。你又不能为我庇护。你放心。你真过我。从前你好
父亲他究竟说了些什么？难道真有此别？我不能说。哎，你我夫妻实有法，是故山素不见亲。兰子，我偏要你说，你怎敢不说？我不是说你呀，我既然说过你了，我与你夫妻结发同真心，往前空为友。你有什么话不能与我说？我有什么事且要如此说呀？啊，好男子，从前我说与你听，你莫为我伤神。我知道，你我家真3年，夫妻长生不相见。我是孤马路。境界3天3晚无匹布，3天的物品已是不少了啊。那伯母愿意来相见，这又何必？他言我是专员，无理容貌丑，越文钱，这是哪里是气呀？平心不要教养少，教家门内我请你好不知作业，教家媳妇甚难做，我兰子独论你家班造业，从前啊你不是趁势取代父母高，将我牵归莫爱怜，从前啊你受伤神死去也，那父母定上路万言。何出此言？你何出此言啊？你我结发真3年，夫妻长日不相见。我这里夜夜记着几名妻，赵某是我不团圆，3天能带5匹布，父母正好来相迎。你既然是专业无理解，容貌丑又文钱，在秉性教养也无愧，教家和尚是体面，教家媳妇为你做。你可知左邻右舍人称贤，兰子啊，我就要趁此取得父母高，将你宽恕尽爱怜。兰子啊，你受伤人，我去也，父母定在如火焰。父母曾抱在胸前，也
是杜撰找得万老天，两下母亲无大便，母难为真土因啊，我定要恳求母亲留下你。从前啊，伯母是自一定不难言。兰子，你叫我怎能杀得下你嘞？你不要哭。母亲，他才就为王烧开修来。我还有什么不知的？分明是欺我不在，为王杜兰去了。怎么还实在句？你也好我。母亲不知，他实在还在此月儿是娃女。哦，他竟说我些什么？他并没有说些什么。是哦，我知你好我嘞，不孝的东西，与你成了家孽，忘了为娘。娘，姑姑忘你，你何苦要与姑姑调停？何苦想同姑姑托媒？妹啊，你今日说些什么话言？你没得笑话了他，谁要你无错嘞？我也不是说的嫂嫂，不许生长，你毫无记性啊！从前，母亲，看你神气沮丧，心绪不宁，你在想什么？孩儿没有想什么。妹呀，我问你，刚才你说调停托媒的话，不是说让你嫂嫂妻子是谁？从前，娘，你没年逾无知，你逼他真的。孩儿不该逼妹。妹既年逾无知，母亲停止。我真的不知，生于你也罢了，不许生长。娘是有顺计，是。你可知无动于公言女子，今日罗府的为事，才貌夫称三季，一人男女尽皆知。绿兰子，不以金彩分可是，因是神心无顾忌，不然举手是作主。你一笑为在他弹空儿，我庭前熏儿他乱插子，把我升堂趴地问当谁，曾经悲欢的名字，雕塑你无规矩少一字，眼睛中看不到我为娘，只有他来。
亲，普天之下谁无过错，不可是此言气来之。律里用在好多事，母亲生的是，无理子只能造反。母亲明白也。在秉性与教养该亦难。母亲何出此言？你可知乌鸦怎能动凤凰盘？谁是乌鸦？教家大不应，乌鸦飞进门。但不知这凤凰又是谁？吴东有好女，是称青龙。母亲，此言差矣。是什么乌鸦比不上凤凰美？你把儿表来，凤凰是有凤凰对，乌鸦只好与乌鸦配。娘要从中来安排，教家门楣齐用备。吴东大娘可托美，终于我儿在匹配。儿女有来自在，怎能有去与老外？历来男子终虽苦，义无别人也不该。那男子请他把家归，是为把罗夫哎。男子平生无故外，不由遣他回家来。就是他晚下去参贼，叫他归去，他关不归。哎呀，死不得也。并非为悲梦，不枉娘亲心烦怒。今日罗夫是有福，重情愿有来之物。你三家来自太为夫儿情愿，终老不在几时了？从今你放肆！此言吐语将我武官当面把拦止住。啊，怪不得男子也离娘义务，我再不能动他光阴多。你与我当面对他去告诉，按他天命就为夫。你把男子去活来。娘，那一次当番升堂，原是你，不是你无端撒下哦。从前你大胆，你要当他先当娘。
兰子与我早已结了恩义，你啥执意不休兰子，娘也不来勉强于你，这是我再也不能同他身上相处了。我来让他休死，我来让他休死了。我来让他休死。母亲，不可如此。爱父的委屈向谁诉？我让他休死了。今天两难，母亲夫。母亲休得白的，而我一起听从娘吩咐真是娘的好儿子。女儿，把兰子去活来。我既然还你，你丈夫还你了？从轻怪我吗？吾还父命，修为不敬，从轻。是为不敬，你须留人才是。相公还我何事？母亲，你对他这死了吧？是。兰子，婆母觉得你对他不好，对他实是不好。对我虽然尽心，也还不好，效果不好啊，对效果也不好。兰子哪里不好？婆母相公但管训告，下次改过就是。改过就是。他改得过吗？像是能够改得过的。你真便知。孩儿女是不知。兰子，你能改得过吗？媳妇尽心竭力，改过就是。尽心竭力，改过就是了。我看未必。未必？母亲说的未必。你看是哦。孩儿当然是此，那就赶快与他生命。是，兰子，我就要与你生命了，就要死了。你听了也不用难受，难受也是无用，只怪自己不好。就在天命，我想你能否回在娘家？从轻把你休了。没有过万运，我差错，怎言解释呀？
来自原是不错。为我修理，你有切车之罪。王伯母明示，兰子回家母兄同为，也与故为大。说的也是，你听了。你上不是公母，下不敬丈夫，邻里不睦，姑嫂不和，滥于操作，用于书信。我母子为你所改，他兄妹为你争执，无理解释作有，奸贼下手，杀是生非，得也用公私的举上，再有一件。四教门3年以来只字不生，上言道不孝有三，无为为大。立即了我交家相言，今日休礼，岂为无名？有些辩不是非，交家无名这个媳妇不劳辩白。从前说是先就休书，天命扶他带去。女儿，把纸笔与你哥哥。天命就在我心，你在外有言语陈词，失于从轻，不然就真得应账单，等天命接早回乡。女儿，再为娘为王小心。
公今朝夕，我是金台应把佛观察，睫毛翠儿张莲花，当初何必千枚扎？纵然我得意用功经商王，也未曾把你小事门成婚3年无生娘，在早晚姑娘恩也大，本心是苦，今朝娶妾，我今思两难，再回家。自己我也无必忘，我把脏脸见了下，相连落起神落英明做法，才算是神也心不一比，你从去心人是有心悲家。此儿不做女人，我了公去千里梦王家。男子为王，怎等起也？儿子。
的啊！血勇猛文不变，一笔龙破东南地。天色已明，你与兰子小别几句，休书带去。兰子，你要珍重了。你是皆珍重，好事为之，好事为之，莫为我伤人，莫为我伤人。写好休书了。写好。我与兰子待在身边。不可以吧？这上面都是你看不得的呀！我要去拜师父母。兰子，再等片刻，天色尚早，天已亮了，我还有话要说。不是也罢，你还有公务在身。是啊，我是说些紧要的话。你来，将我从我失去呀！随便说些紧要的话吧。兰子，你真等好了吗？兰子，我总有千言万语将我从我失去呀！哥哥，母亲叫你收去。兰子，是也是，可也
叫我用计不能防。母亲为心酸，嫂嫂啊，我劝你，你要起早回家，将我放。妹呀，只不管你嫂嫂回来不回来，嫂嫂有话你记心上，父母你们要你勤照顾，你姑姑的起居你提防，嫂嫂在家少成嫂嫂不在要妹子唱。男子百事父母，从此你非焦家媳妇，不拜也罢。天生一命，且早为乡。男子生在中庭下，秉性粗雅也荒唐。虽然家道陈小康，可惜父母教不放，因此在文在千里难所长，得以用功尽上望，既无子理也荒，欲说交家绝门墙。如今男子李父王，实是家家红福光，愿父母不依，男子年龄去凤凰，为高堂。好，儿女多事了。嫂嫂，妹妹，你上哦，兰子去也。嫂嫂，女儿好不懂事，她不再是你嫂嫂了。女儿。是这般哭哭啼啼，大事不决，是愿为娘尚在生死，要哭死为娘，还是真的回来？姑姑，你是这样的父亲，这样的妇女。娘，你为儿送来这一人，从前你毫无算计呀！儿与他父亲一场，万的父亲，男子晚下妻子自在迁归府里，你是再去送他，是为娘与后弟。父亲可万是你好不孝的东西！父亲，父亲，姑姑，你只为骂我，只为伤心，你不趁这次送他，还等什么时候再送？此刻嫂嫂两倍之远，你快去呀！要是母亲知道，我随着你到府里去了。对呀，我仍要到府里去呀。去呀！
去也去也，来人，与我来吧。带你归来送你一人。一人到了这里，不劳相送。我还有话要说。都许了我了，还说什么？你我夫妻，男子有比交家之心，不是你的妻了啊！言妻，你的言妻不在这里，你是往河东去行，如在与我太错关路。来自买子，如在，请两等片刻，我衷心感谢。来自，好来自，无论你远中去也好，望墙中去也好，这3年来，你我苦乐相共，生死相从，今日休你远非得已，是就分别掐在我亲，你就不念我母亲，你就不念我妹妹，你就不念我宗亲，也罢了，也罢了，你前不念外不念，只念我在这4天大雾长东八城背着母亲偷偷送你，来子，好来子，你就让我送你一人，你就听我说几句话，在哪里边耽误了你，在哪里边什么了你啊？好来子，你倒是哦宗亲，你何须是此？不是兰子不要你送，也比兰子不让你送。兰子记下道，你送也无益，食也无苦，啥为你母亲之心，反而不美。母亲知我在府里公干，她真别知晓。在这4天大雾，此次不宜久待，你说说理此为是。我还有话要与你细说。是兰子不能聪明，如在与我退错关路。来此买子，如在你听见没有？你是管退错关路。如在买子，来自，来自买子。请再等片刻。哎呀，相公你算开了。来子，来。从前，宗亲，你醒一醒。来
没有走，男子回来了，男子在你身边。来子，来子，你回来就好啊！我也望与你生缘昨夜晚我眼神为你哭哀切，我是无法家里歇。男子啊，我总有言语千万句，在家中要想吐露难开口。男子啊，我带你归来送别你，你且是这一要赢不肯。赵康之妻不下当，为什么男子无故遭不许？你明知男子无辜犯，为什么你惧怕母亲不开口？不惜爱你一段情，夫妻今晚也无缘。你和我今宵离别啊，我你此生永不再聚首。来子，大哥要你来送礼，财神要你来送缘缘。你是去啊，灵坛高门少女眷，我男子怎无法与你见？来安生。你我夫妻情为千秋万代永不歇。三十毛领配高门真家园，恰巧启用来摆酒，我与你结发同真人，往前共为业。从前真人家里对，男子啊，你在外家莫担忧，无论是何须等。我夜里回家中，哀求娘亲将你收。男子啊，堂上此事不承认，我从亲贫家一世来相守。从前啊，你无需为我做马女，佛山重手不难走。男子啊，万事皆由我承受，娘亲与你无大仇。你娘亲的心肠我看透，此番杀了他姐妹，如今莫言成了罪啊！你何苦万把落马头？我莫只害你蒙了血，你
我情为外已久，来自你不念莫嫌年当初，你大年父母年老没年幼，来自你一种分，一种为家家我生。我与你是前世的手共把手，总算婚配不长久。今天男子将你来重情啊，是有生来梦记走。兰子，从亲贤度珍重，是兰子不能久的，兰子去也。你真是这样的贴上心肠。是兰子是这样的贴上心肠，你就这样的去了。是兰子是这样的去了，再无相见之日了。既然是此，众亲也别无他求，你慢走一步，众亲送别了。从亲你我与你生同真心，死同愿。从亲。来自是从早此别挂，这一夜之间，我无中举闻。早就准备一死了啊！
理想不为，苦有长短。你是断杀绝无变卦，我必不为一女长短。兰子，
哎呀，我是个粗人，实在多吃几杯酒倒也无妨，只是这个做事
我说人怕得紧，怕得紧。哎，你等我的尊位笑我，说前些年我保媒男子为人出家，虽说人几句寻常小事，便是那些古风败丽、有我拒绝。依我看来，你原是怕得紧，只是灵媒男子有拒绝罢了。你这说话，旁人讲出来这罢了。与你讲来，我是不服。哎，我原知你不肯服我哦。哥，小弟帮你一言。哎，老母快帮来。你袖子闻困，过不下。随意。哥臂上不着，臂下有余。随意，随意。人不可貌相，海山也可登了。哎，听见了无有？哥称这男子是过谦虚。哦，难以是此，哥可想而知啊。是我在，老夫也，老夫真知我在也。大老肚里死在山下，赢得9两万块，死做不成，就吃得香。来，把酒上杯，哎呀呀呀！这可帮了我的大忙，从我说起。大爷，姑娘为也。啊？男子姑娘贵人为也。哦，这可救了我的命了。保媒回来，我少吃3杯。我还是灵媒为家之前为过几年。哥，就为灵媒才人仰慕就业，总是不约一见，经济因为可能失敬。哎，是啊，自家兄弟有我不可，小子有才。哥。哦，妹妹，快来见过太岁吴公子。啊，男子有礼。哦，奇怪。为我这个当班，夜晚到此，定有事故。妹夫来位。啊，哥哥，速来话茶。我看天色不早，让他们兄妹聚谈。我等就此告辞。哎，告辞。今日再请。请。妹啊，你快说吧。哥啊，每一杯许了。你做的好事。小家庭前向你去。出门的水，我问你有面目为家里，这里无有你哥哥，我的妹妹早会死。为娘是13岁叫你来这句。
家里月在意，十五月八空儿谈，十六金台子里人，十七做了家务，指望里把岁到老永相依。今番里有不断事，我人里都是归人为家里，只怪我平素过于宠爱你呀。到今天我看你有面目来想娘的。你女儿才是无才姑，我与三姑也能许你，你虽要欺压年老，弃我出路。大郎说的甚是，没有才姑也能出气呀。可怜我是有口难辩，事与非有，在家家婆媳31年，到娘家同胞手中不能批亲生的母女与难怪他人更猜忌。天啊！我不天来天不理呀，看起来西江水人须难娘，女儿不孝无从失气，此时你女儿在无辜处，请娘亲放心，女儿拜别兰子，兰子，妹妹，儿郎，你与我出此下策，你怎能出此下策？为娘哪里不信你嘞？你有何苦责怪啊？妹妹，便是哥哥记人不认你了，我是酒吃多了，气糊涂了。我那可怜的儿啊！娘啊娘，你女儿深夜病长死，也离
子是小，只是有道理。无端出气是无意，我与你家门上去评理。娘，今日之变，众卿远非得已，一路之上再三相看，似乎天内定当结位。哦，宋卿原是好的，我是个急性子，等不得这许设置。大郎小不忍乱大门。哥啊，你连来从前，我想。这是来自于重庆，早已结下誓愿，决意不愿改嫁。这也罢了，我也无非为他不平。是啊，大娘，好好宽慰兰子，谁知别过了。该是须来小容，是当来的。哎，好啊，大娘，大郎。是不愿送，不送，不送。小人想把母问哦，少礼少礼。娘啊，你往日总说儿粗暴任性，不是正经。今天啊，大事不同，儿大大的做了一桩正经事。哦，你做了甚事？提起此事，那是我来说，那是喜事。喜事啊！是啊，娘啊，五郎他一心仰慕兰姊妹，定要与妹配成
莫相抢。妹妹做事不思量，屋里那个比无郎，家无郎荣华富贵为你想，你何苦受那不应郎？屋里那对绝无郎，荣华富贵我无法想。王舅哥哥穿无郎，铃铛千金开来望。妹妹你太过瘾，一子虽是事无疆，不应让我真将你放。你在家门中夫妻，你到刘家要从兄长。句句娘家人我养，我岂肯终身将你养？大郎，我可此事还是崇尚纪念，千万不要操之过急。林妹9年究竟足节炎凉，不可责怪。大丈夫一言既定，也能反悔。妹只是我虚定了。我被你衙门追。这不妥吧？追。啊！儿啦，你哥哥舍得生死，你还是慎重才好啊！哎。大郎他本性根深，你素知详。他夜睡莽撞，已是为儿设想。更何况无郎身披上衣凉，太岁门里谁不真娘？儿儿你睡觉啦，实只等了时虚长，并不呀，再婚也无悔心上。儿啦，你要好好想，心处伤，莫为了为娘与兄长的苦心上儿啦，你有何苦啊？娘啊娘，你莫悲伤，女儿是生病母兄早知长，女儿义用得好啊！又是上等时候了，儿啦，家具一定必须出宫，你要着手准备嫁衣才是。你是去学习吧？
城，这院旁有个小角门，这时候门外了响妇人音，我这里开了门，张了灯，那里家不放心生。我在门边将你等，你出门外可一层，可一层生花亭千万不可太伤心。想不到你对我这样关心。四壁后含笑郎，笑息沉沉，色云长。空悲思念门今上，不及世事多空凉。从今啊，你真不来，你在何方家园后？你至今不来，向我放。公爷，你可不罢了，身体也要紧。姑娘，这里有人来了，回家去吧。你又来哄我，你说过这个时候，这里是没有人来的。谁又哄你来？你看，这马蹄声不是有人来了吗？又是什么马蹄声呢？姑娘，你在听啊！哎呀，这马蹄声我是听得出来的。听出马蹄声了，我冤不曾哄你呀！不是啊，怎么？我是听得出这马蹄声呢。姑娘是啥？他的马小家姑爷送亲来也。小家姑爷来了。此马加冕，为男子啊！
也不知。你可知我天天盼着你来？我知道你是天天都在盼我到此。婢子与姑爷问我，你不要再叫我姑爷，你的姑爷也在他守衙门。宗亲，我是母兄相逼。我知道你是母兄相逼。宗亲，伯母她可在？兰子，记得写词令我结下重视。谁知你母兄相逼，我又引情来之。本杀不为，私动青纱，依然长青；私动似水，成就长日。可怜我早一就告，晚一相思，就得苦想得此。谁知母亲她一意孤行。来子，是我害苦你了。我有面目见来子我也人苦苦哀求千百次，真乃是娘亲不肯家里事，我重情枉为一男子，这一生啊两下令我难度日。到如今那里落花已然有了枝，却来这里莫为邪门天在事。难为民，我不是想盼告知我全是。姑爷，我是婢子多言，自从姑娘放出归来，总是一泪洗面，真生死不能。可笑不成，今日之变，乃是老夫人我大义相逼。姑娘胸中盟约，谁叫不必离空，故而到此。他是早也盼，晚也盼，盼了半年有余，好容易今宵盼上你姑爷，想不到姑爷你既不招他为夫，却要姑娘为门改嫁，难道姑爷为此而冷漠？你谁话不知情云长，你姑爷为我举得花。
不肯死，你也莫地为门事。你可知我母兄生我若为家门既不是，尤其呢我在娘家长久子，娘三道先家得福屋里，后家太守子过世道。蔡家女中到万家门，此次受给兄做子，他们是立在真用，我是人尊啊，我是若为应当，我是。家苦中我亲自挖中亲无能把我招子，我不给娘亲也不无事，我不给你来承受，不该有来事，我不该背了心意写书，我不该连累你，还回到去。男子气
你的心肠也未尝不黑哦。从前你的天良何在呀？娘，儿的天良早就被娘逼死了。从前娘的命苦啊！娘不必如此，凡事由娘做主。为娘这才休去。武东大娘她若再不答应与儿为媒，娘便死在他家。你好生在家等儿为娘。来日好生侍候相公，小心门户。
我的来自济阳。我与来自多美子，家呀人里写玻璃，因为他莫学的家境，只见他一门派不去天津。哎呀，死了！今日是他这回去，是我儿月就吃的也得吃，今日苦恰送儿比死儿苦恰，皇上心。谁知人共珍惜？举上反复亲自王家寨呀，碧水呀，泪难抑。总情，无心意。上帝举金国民，迎着我